出来到倒去，出外来客人照顾，对面有小介绍，内面小姐底招呼，也毋捌你，也毋捌伊，感觉真歹势。拜托咧，小姐你来甲我找头路。无论是做工，也是穿便所，但是无钱通顶去，就叫弟弟做你去。拢来到台北，出外来路头钱数，为着家庭困苦，所以出来找头路。也毋捌人，也毋捌人，但是要怎样？拜托咧，小姐你来甲我找头路。拖车也是做苦劳，但是无钱通顶去，就叫弟弟做你去。出外来过一年，怀念故乡心绵绵，想袂到就往里，强惊老板会生气。阮甲讲，打是买啥铺？拜托咧，小姐你来甲恁老爸讲。答应你，但是结婚咱莫讲，就叫弟弟做你去。走到那大街上，小姐是个个漂亮，有人穿老北装，有人里面没有穿。我东看看，我西看看，光得不知酸。忽然有一位小姐走到我身旁，好像放，他说只要给他2000，就可以跟我开房间。世间是钱做人，无钱是全无希望。朋友会走去吵，无家看你无够重。我也毋敢，甲人抢银行。别人有汽车白撞，我拢无半项。请问你倒位去赚钱较轻松？人讲一项上